and the cloud of rain of Thai is now in you. And in the future, when I see the Plum Village Sangha, I'll be seeing Thai. And I think Thai will be very happy. So reassure that Tha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And if you understand that and you believe in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gratitude, peace, loving kindness, and liberation. 各位梅村嘅可唔可以閂緊呢啲喇叭，閂緊啲咪。Hello， 喂。各位梅村嘅得唔得？各位梅村嘅兄弟姊妹咧，你哋梅村鍾意用呢個 brother and sister 兄弟姊妹。今日係梅村嘅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就係你哋嘅上人、你哋嘅師父，我哋叫做往生啦。咁其實禪師成日都講話無所從來，無所去處。咁佢就話雲係永遠都不會完結嘅。咁佢就話雲本身就係無所從來，無所去處。雲就會變為雨，雨就會變為河流、河水、海洋。咁當然今時今日嘅禪師，你哋嘅上人就會變為你哋咯。咁禪師嘅存在就喺佛法，而你哋成為佢哋嘅徒弟，你哋要承繼嘅、延續嘅就係禪師嘅法咯。咁而我相信，我見到你哋對禪師嘅認真啊，對法嘅修持啊，咁我相信如果我係禪師嘅，都一定會好開心。咁只要你哋心中還有禪師嘅佛法，禪師就喺你哋心中。咁所以當你明白呢樣嘢嘅時候，你就會內心有感恩、珍惜同埋自在。咁我相信呢個係大家學佛修行嘅目的。
Hello. Testing, testing. 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咧喺呢兩日咧，大家喺唔同嘅平台啦，可能都會收到好多朋友一啲嘅分享咧，係佢哋以往同我哋尊敬嘅老師一行禪師嘅一啲過去嘅經歷，一啲嘅點滴。咁因為咧，我哋好難得咧，可以邀請到幾位同禪師有好特別嘅姻緣嘅幾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哋以往同禪師嘅一啲嘅點滴。咁我介紹下幾位先啦。首先咧係靜欣法師啦。靜欣法師咧係真係我哋咁多位嘅嘉賓裏邊咧最早認識禪師嘅，亦都係咧禪師咧嚟香港弘法咧。邀請禪師嚟香港弘法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緣，咁一陣間可以請靜欣法師咧同我哋分享多啲。咁跟住咧係顯空法師啦。咁顯空法師咧喺禪師咧頭2年喺香港公開嘅講座裏邊咧，就喺之前應該唔係太認識禪師嘅情況下就做咗翻譯。咁樣咧就亦都後來去咗梅村去收集。咁師傅應該之後都有好多一啲難忘嘅經驗同我哋分享嘅。咁因為咧，我哋都好開心咧，有洞雲法師。咁洞雲法師咧係鹿湖精舍嘅住持。咁同梅村嘅僧團咧都係有過去有一啲嘅好，我諗應該都係有一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網上我哋今日好開心咧，楊超居士咧都係同我哋一齊。咁我諗其實楊居士咧唔需要我多介紹噶啦。其實喺香港佛教界咧，我諗冇乜人係會唔識得楊超居士，因為楊居士咧喺香港佛教界咧唔同傳承嘅道場啦，同埋呢個項目咧，佛教嘅項目咧都係好不遺餘力嘅支持。咁喺禪師幾次嚟香港嘅弘法嘅經費啦，乃至到我哋而家身處嘅蓮池寺咧，都係楊居士咧好慷慨咧借用俾梅村嘅僧團，等佢哋咧可以喺呢度安心去辦道同埋弘法。咁係啦，咁楊居士咧都一定咧之後有好多難忘嘅經歷咧同我哋分享嘅。咁最後咧呢位嘉賓咧就好特別啦。因為咧係一位天主教嘅神父，關進堂神父。咁佢嘅背景當然就同我哋幾位嘉賓都唔係好一樣，就因為來自一個天主教嘅信仰啦。咁點解咁特別又會同禪師會可以結上一個緣分？咁甚至係去埋梅村去學習，究竟係點樣嘅咧？咁一陣間咧，我哋就有好多時間咧，可以係同神父咧去聽佢多啲嘅分享。咁我哋不如咧，首先就邀請靜欣法師分享下先。因為咧我知道咧靜欣法師咧其實喺90年代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就已經認識禪師，去咗梅村，甚至係帶梅村嘅即係陪伴禪師同梅村嘅僧團咧去咗呢個
國內去參訪，咁後來又請曾傳同禪師嚟咗香港弘法，係點樣嘅呢個因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这个有用吗？好，晚上听到。今天我们大家凡是在这儿的，都是有缘分的人，而这一个呢，最重要的缘就是一行禅师。一行禅师啊，就是说我们佛家常常讲有三身，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一行禅师的色身，然后呢是在越南这个离开我们的，其实这是很奇妙的。我觉得在不久前听说他还在泰国。一行禅师的法身或者一行禅师的真身，不仅在越南，它并不全世界，并不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心，也就是他的教法。其实呢，我们凝聚在一起，真正是因为一行禅师的真身，也是他的法身。我们在这儿每一个人跟一行禅师都有一些特殊的因缘。我下面呢就说说我呢跟一行禅师的因缘。其实听说一行禅师的，其实早在1984年，我在北京中国佛学院，其实就听说了。那个时候呢，我在那个时候有2个人，一个呢是一行禅师，还有一个星云大师。那么后来呢，我呢去到斯里兰卡，那么讲一行禅师教法的人就更多了。1995年，我到英国读书，那个时候隐空法师是我的学长。到了那儿以后呢，就是说，我就听到一行禅师的弟子，我接触的很多。那么呢，其中有一个叫 Sunrise，Mrs. Sunrise， 不知道你还有印象？然后呢，他就跟我，就是介绍一行禅师啊，他的教法 miracle wonderful， 说了很多，懂了吗？非常好的有 magic power 的这一种赞美知识。那么最后呢，在1997年，我是第一次参加一行禅师在英国的 retreat 7 days。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太好了。然后呢，我呢又去 Plum Village， 我去过 Plum Village retreat 很多次的。我师父差不多那个时候每年我都去的。到了一个特殊的时间，就1999年。其实1998年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跟赵不楚老居士写信，信写的很长，但是有几句话我还记得的。我说的一行禅师他讲的佛法跟是叫入世佛教，那我们中国呢是叫人间佛教，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区别的。我们的这个讲法的时候是给佛教徒讲的，然后一行禅师呢讲法的时候，大多数不是佛教徒。这儿的发射框你看到，很多都是就是他部分种族、部分宗教的。我说我们一般呢，就是人间佛教呢，我们这听众大多数呢，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而一行禅师的这个听众呢，大多数是年轻的。当然呢，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真正的应该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一行禅师的法能够慢慢的就帮到社会的各种层面。这个对我们提倡的人间佛教是否有帮助？赵不楚老师是很了不起，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中国佛教道基应该怎么样往前推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
也就是邀请一行禅师，而且呢做了很多工作。我还记得我去英国的时候，为了推动这个一行禅师到中国的访问做准备，我们当初在7个月的时间内翻到了 A 星的 Path、White Cloud，故道北渊，那是侯慧仪我们一起在翻译的。这一本书大概是先后出版了很多版，然后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后来人家就盗版不盗版，我说你们尽管盗吧，台湾的版都是盗版的，我告诉你们。但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这个，因为出版社也问我说的佛法应该越盗的越都有，但是呢，就是他的书真的很好，我们就是很喜欢。1999年的时候，一行禅师到大陆去，那个时候你们 brother and sister 大概是25个人。然后总共加起来那个团队有182个，我还记得的。那么呢，我们走遍了7个省，这个里面的这一种，你们要叫我讲故事，我会慢慢跟你讲，故事太多了，我这儿只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好吧？一行禅师呢就 retreat，我们就来到扬州，江苏扬州高明寺。高明寺呢有个老和尚。当时呢，他已经90多岁，他活到103岁才去世的。他是我们大陆很有名的禅师。中国呢传统的禅法叫华头禅，华头禅一样的有 walking meditation， 但是特别的快。禅师呢，就是说他的 walking meditation 特别的慢。那么呢，我们的老和尚站到外面看着，他说这也叫行禅吗？我就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行禅嘛，知道吧？他就说太慢了，知道了吗？他就这2个老人家就斗法，这个老人家呢就是说这样好不好？我示范一下，让他们看看我们正宗的 walking meditation。然后呢，就是在行堂里面行禅跑的这一个的之后呢，2个老人家坐到一起去讨论。到底是快对呢，还是慢对？所以后来这2个真的是开悟的，后来终于才明白，快有快的道理，慢有慢的道理，对吧？他那个快呢，就打去你的妄念，他必须要快；他慢呢，是 awareness， 就是说你觉醒、觉知，然后呢，你真正的就是说。完全呢，你觉知你当下的所作所为，哪怕一个感知，然后再往前发展，这是一个起点。所以呢，可能就是，但是呢，就是说用的这一种方法，其实最后大家都能接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在国内有很多奇妙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说。但是好的是1个多月平平安安，到哪儿都是皆大欢喜。我记得最后一站是这个厦门闽南佛学院，上千人哦，大礼堂，很欢喜那个时候，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接着下来呢，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老师是组织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去访问梅村，应该是2000年，我的印象。那个时候走访了很多的国家，那么有一次呢，禅师去邀请代表，当时也是我带的，就是我做翻译吧，不要说我带队好吗？因为我没有那么大好吗？然后呢，有一次说我们晚上参加一个就是 Dharma Talk， 就是说讲法呗。然后呢，我们那些人以为就普普通通的，因为我们讲法大多数人不太多，好了。然后呢，后来去了以后，我们在一个大的礼堂里面，那个礼堂里面大概有3到4千人，太恐怖了，真的。因为像这样的达摩特哥有这么多人，基本上比较少的，这个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让我们所有从中国去的那个，其实都是各个庙里的大和尚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一个佛法。而且是能够有几千的外国人，我还听说你们有的那个梅村的达摩，有的时候好像
卖票的，好像，对吧？我们不卖票，请人来听，人都不多。你们卖票了，还有那么多人，所以呢，那个是真的很震撼。所以佛法真的很好。这一个怎么样去做这一个？所以鉴于这种情况之下的句话，我记得是2001年，我们是第一次请一行禅师到香港来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是第一次，这个真正很了解的还不多。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因为我那时候很穷，我刚刚从人大学过来，对吧？我还请了你的房租的，我的印象，对吗？现在还是，对吧？我今年去保定市都是义工，珠海学院也义工，那么我的心一定想办法还你，这个是真的，你慢慢来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到这儿来，就是一行禅师有个特色的，什么样的特色呢？不管他到哪儿，他不是一个人，他一来就是20个人，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我们好可怜呐。你20个人吃啊、住啊、交通啊什么之类的，对我们是个压力了，你知道吗 ？big pressure 了，对吧？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 sister 真空，我就跟他是 true emptiness 嘛。我说的你虽然是真空啊，但是呢，我说的吃住行不能真空的，一定要妙有噻，对吧？后来呢，他知道我什么？他说你不用担心的啊，所有的机票花费都我们来。其实他这话，因为我们请人家来讲法的嘛，什么？我当时也想给香港有报销的，香港有的那个报销了，还不如不报呢。他那个太难报了，麻烦太多，手续太多。后来呢，这个是这到了一行禅的，他就笑面，他说：“哦，这个我们来，你们不用担心的。但是吃住都不能叫人家把粮食从法国带过来嘛，对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第一次就把一半放到香港，一半放到澳门。我记得那时候还请你帮过忙，我的印象。没有人知道我们有难，我们只是在香港、澳门，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呢，这个僧团呢，他们是自带口粮，自带解决，为了弘法。这一个后来这个一行禅师到大陆到哪儿，很多的时候交通费都是自己付的。这个我特别感动，所以呢，从那儿开始我知道什么叫为法忘去弘法的。第二次一行禅师总共来香港，估计是5次到5次。第二次呢，我们日子好过得多。后来有一次呢，我正好跟杨居士，杨兆居士啊，旭日集团的，就跟他呢没有敢跟他化缘，只是说一行禅师真了不起，对吧？这个到哪儿弘法自带干粮，自带口粮，知道吧？这个杨居士听了以后，慢慢从那儿开始，就是说一行禅师到香港来，都是旭日赞助的。赞助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时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讲的在香港会展中心，1万多人。OK， 发射光，你是不是也参加了那一次？你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旭日集团杨居士啊帮我们去做去打理的，真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那么所以呢，其实禅师他，比如说我们出去讲课。这次是我就讲2句啊，这个呢，对，是包括就是说到了2010年的时候，他又到香港来。有一次呢，我们也就跟杨居士谈，可不可以去香港给梅村找一个地方落脚点，建立一个梅村的僧团。那么后来这个杨居士一说以后啊，我也不知道杨居士为什么突然就答应了，他的故事很多。现在就这个地方，2010，你们是2011年吧？应该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住进来的啊。这一笔账呢，我也搞不清楚了。那么杨居士，我在表扬你了，你听到了没有？感谢。我的意思是呢，你知道，一行禅师5次到香港来，真的后来第一次我们有点苦，以后我们很开心的，因为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口粮啊、机票的。
然后呢，包括去成就香港美传，都有你的特殊的因缘呢。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请你帮助分享一下呢？現在是誰說啊？現在是你說啊？顯空講啊，對唔對啊？話顯空先講啊，話我講啊？點啊？你講先都冇所謂啊。我先講下，好，既然講啦，恭敬不如從榮啦 ，OK， 好，恭敬啊，好，唔該嚇。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一行禪師，南無一行禪師，南無一行禪師。各位法師、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喺呢節咧，同大家一齊懷念一行禪師，亦趁住呢個機會咧，想同大家分享下與一行禪師相聚嘅一啲難忘嘅時刻。我咧喺呢節想講講我同一行禪師嘅交往嘅一啲體驗，其中我嘅收穫咧、體驗咧，一行禪師咧，其中有個我今日都好時刻都會諗到嘅，而係我而家用咗嘅。第一係正念，佢成日都講正念。咩叫正念咧 ？OK。好啦，佢正念咧，其中一個正念分幾個階段，其中一個階段正念就係要活在當下。好啦，我哋唔好講啦，我哋仲做啦。活在當下咧，既然我哋呢次頭先我哋已經請咗本師釋迦牟尼啦，釋迦牟尼嘅化身已經降臨壇場，我哋亦請咗一行禪師嘅化身嚟咗呢個壇場，因此我哋希望趁住呢個機緣，我哋重溫一下，我哋借助本師釋迦牟尼佛嘅威神力，以及一行禪師嘅威神力，令我哋相聚，重溫一下我哋點樣學習佢嘅正念，點樣學習佢嘅活在當下。OK， 我哋希望我哋響呢段咧。最單獨都可以，一行禪師好注重嘅活在當下。我哋最單獨喺你嘥5分鐘，我哋咧就持持本師釋迦牟尼佛嘅名號啦。希望如果有機會，大家都一齊嚟啦。因為而家咧，我哋已經邀請咗釋迦牟尼嘅化身，以及一行禪師嘅化身降臨我哋呢個壇場噶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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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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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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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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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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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願以此功德回向一行禪師，願佢隨願往生，成願再來。OK， 嗱，可能大家都會認為我呢啲就係我響一行禪師所學嘅。一行禪師，你哋可能頭先有啲煩。我學到一行禪師嘅，你知唔知啊？佢一段路啊，10米嘅路，本來10米嘅，佢真係行咗15分鐘。其中一個中國嘅一個佛教會嘅領導阿一，佢講我哋知，講你知唔知啊？當我見到一行禪師，我接佢嘅時候呢，佢由佢嗰處行到我呢處呢，用咗呢差唔多15分鐘。哇！呢個呢就係講我感受到一行禪師呢，我而家嘅念就係我熄燈咋嗱，佢呢就係我喺個中間，乜嘢叫正念？點樣修行？修行同埋正念嘅法門係點呢？就一句話頭先講啦。咁你又會知道，你會知道咧頭先講就係我而家唔好理，即係我而家咧，佢嗰邊睇唔睇到？睇到啊！我呢次我講呢個都開埋啦，算啦。咁開講我睇，佢嗰邊睇唔睇我呢次㗎？開翻啦，嗱落嚟咧，我咁耐就係響呢個法門活在當下。如何活在當下呢？個正念，乜嘢叫正念呢？你而家就如果學到，能夠響5分鐘、10分鐘，能夠自己能夠一心不亂。OK， 點樣一心不亂啊？頭先講響個108念嘅自己睇睇，108念嘅本師釋迦牟尼之法，自己有冇走失？就好像自己盯住自己嘅念頭。如果頭先講你有走失，同埋走失幾多？如果你冇走失，阿彌陀佛仲可以 pass。如果你有打妄想，唔能夠堅持得到108遍咧，咁咧就咁咧，你唔該參考一行禪師呢個法門啦。咩叫正念？咩叫活在當下？好啦，咁頭先講一行禪師，頭先講
除咗我自己嘅體會，就係一個正念。頭先講就係一個活在當下。咁最嬲尾咧，咁而家總結啦。好啦，跟住正念，頭先講同大家分享嘅個正念咧，第一步，真正嘅正念係乜嘢啊？仲有後半部，因此必須有後半部咧。用呢句話就講咩叫正念咧？六祖壇經係有道解，係講咩叫正念？無念係正念，其中一個無念。第一個咧係有念。好啦，真正嘅正念咧係無念，念則正；有念咧，念成邪；有無懼不計，長如白牛車。因此就講響六祖壇經講嘅咩叫正念咧？無念咧係其中一個正念，無念念則正，呢個一個睇法。有念咧，有念就已經偏咗啦，有念念成邪。仲有更高一個檔次係有無懼不計，有無你都唔去理記咧，就長如白牛車。因此咧，響呢個法門就係一行禪師，佢點樣禪師？佢自己用親身嘅身教，佢不斷去觀，佢係觀佢個腳底，佢不念每樣嘢都係念守自己嘅念，呢個正念，佢活在當下。都係守住嘅正念啦。好啦，最後尾我想最後尾仲六祖壇經最後尾一首偈同大家總結下，就講巍巍不修善，層層不作惡，寂寂斷見聞，當當心無着。就係呢種嘅心態係講，當佢唔做善事嘅，佢唔喐嗰陣，當然就唔會做善事啦。但係當佢喐嗰陣，佢唔會作惡嘅，唔會作惡嘅。佢真正要做嘅，寂寂斷見聞，當當心無着。OK， 以此功德咧，回向俾一行禪師。阿彌陀佛。多謝楊居士嘅分享啦，亦多謝正一法師嘅分享。其實我認識嘅一行禪師都係要多謝恩師介紹。佢頭先話佢請一行禪師嚟香港，我係被分配去飛機場接機嘅。咁啊，正如有楊生講，禪師出嚟啦，咁喺嗰度見到佢嗰個電視機，見到佢，咁我喺外邊等。真係等咗10分鐘都仲唔見人嘅。咁到我見到佢嗰陣時候咧，阿禪師真係一步一步，而後邊跟住佢咧就係佢嘅僧團，大家都係一步一步一步。咁當時對於我一個對阿禪師嗰個修行嘅方法唔熟悉嘅人咧，其實係比較震撼。點解會咁嘅？即係咁後嚟咧，就係真係慢慢咧，就開始明白阿禪師嗰個阿楊生嗰個正念嘅修行。禪師呢個正念嘅修行咧，其實係將佛法咧帶到去好多不同嘅層次。可唔可以刪咗呢個喇叭咧？係嘛？好。咁我都想講下，即係禪師本身個修行嘅佛法其實係有啲特別。咁正如阿 Carol 頭先講，阿禪師第一次嚟香港咧，2次嘅翻譯都係我幫佢做。咁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哋，即係或者當時喺現場，或者後嚟睇翻嗰啲錄影片咧，其實我嗰陣時係初
我有睇過下禪師啲書啦，又唔係話睇好多啊。但係到幫阿禪師翻譯嘅時候咧，其實係好自然。點解好自然咧？因為阿禪師係禪師咯。點解禪師係禪師咧？因為禪師講嘅係禪法。咁其實我自己跟師傅學啊，同埋自己去自己嘅修行，都係繼承翻六祖啊、達摩祖師啊，一脈相承。咁阿禪師講嘅嘢咧，可以話基本上係，雖然佢去到法國咁多年，佢用咗好多善巧啊、唱歌仔啊、哼鐘啊、乃至好多好善巧嘅解釋嘅方法咧，其實都係我可以覺得咧係完全冇離開翻六祖慧能嘅禪法。佢嘅教法係忠於翻禪宗。當然啦，阿禪師後嚟好多説法咧都放入咗呢個唯識中。譬如話佢成日講話我哋嘅心嗰啲種子如何啊？點樣去幫嗰啲好嘅種子灑水啊？唔好俾嗰啲壞嘅種子生長啊！咁呢啲都係唯識中嘅説法。咁所以阿禪師喺台上講法嘅時候，當然佢就講得慢啦。咁當我翻譯嘅時候，我基本上係唔使諗嘅，即係佢講一句我知佢講咩，其實我知佢講咩，其實我差唔多都估到佢講咩。咁所以佢講嘅時候，咁我就可以好自然咁翻譯到。咁呢個係對於我覺得啊，一行禪師雖然佢出咗咁多書，佢咁多歌仔，即係佢寫嗰啲歌，嗰啲內容點樣 breathing in 啊 ，breathing out 啊，點樣係我猶如一座山啊，點樣我係水啊、滴露啊嗰啲，其實冚唪唥都係佛法裏邊有嘅嘢嚟。但阿禪師就為咗去令到西方人啦，為到大家喺生活之中去接觸到比較難去理解同埋接受嘅佛法咧，佢一行禪師嘅偉大就係佢將佛法令到大家好容易消化同埋接受。咁佢當然就好用好靚嘅文字，好淺白嘅文字寫咗出嚟，成為好多本書。咁繼而一行禪師喺世界上呢幾日大家都有睇報紙，就係佢同達賴喇嘛係全世界兩個最有影響力嘅佛教領袖。咁我覺得係冇錯，即係喺現在世間係最有份量嘅兩位佛教領袖。咁第二我又想講下阿禪師除咗佢嗰啲禪法裏邊咧，我有一年有機會去到梅村啊，我喺唔知 Upper Hamlet 就唔知邊度 Upper Hamlet 住咗大概3-4個禮拜，咁就嗰陣時就體會到禪師個僧伽嗰個僧團嘅運作。咁僧團本身就要和合眾啊嘛，即係大家要和合共處。咁我覺得阿禪師咧用咗好多心機擺喺佢個僧團。我覺得有啲好善巧嘅嘢，叫做 beginning anew，中文點講？重新開始。重新開始。咁呢個咧就係好難㗎嘛，人就有嗌交啦，我同阿恩師都嗌交。咁咧，但係我哋又冇 beginning anew啊，不過就已經係根本上就冇問題，拗交就正常，唔拗交都正常。但係你喺個僧團裏邊，大家我記住你啊，你救住我啊，你有啲咩唔開心，我開心你咧咁。
你如果唔會有個 beginning and new，唔會有個重新嚟過咧，個心裏邊咧就好容易有條刺咧，就慢慢咧嗰個僧團就唔和諧。咁我又見到啊，一行禪師有個 beginning and new 啊，有好多嗰啲咁嘅溝通嘅方法啊，仲有一樣嘢係 hugging meditation 啊，即係互相攬咗嗰啲即係感覺啊，正念擁抱，正念擁抱啊，呢啲係令到嗰個僧團咧係可以有嗰種兄弟姊妹之情嘅建立咧，係到時今日我見到在座嘅咁多位嘅brother and sister 啦，兄弟姊妹係有嘅。我見到你哋係即係佢嗰套嘢係得嘅，佢係幫到你哋，令到你哋嘅僧團。我唔知你哋有冇關埋門打交啊？我唔知，但至少我見唔到啦。你見到大家都係即係都比較和諧啊，笑眯眯啊咁樣，即係我感覺係 OK。即係我喺梅村住嗰陣時係感覺到嗰份嘅和諧，咁所以係好值得。即係阿禪師本身能夠做到呢樣嘢咧，係唔容易啊！咁你哋喺呢個僧團裏邊係受益者、得益者。咁啊，當然喺梅村嘅時候，亦都係你知啦，阿禪師都好中意去，即係佢嗰啲 mindful walking 係行山咁啊，即係佢慣咗就行嘅嘛。咁佢行，我哋又行啦，咁啊行啊，咁因為我係可能即係客人啦咁。咁啊行到佢身邊，咁佢知佢又拖住佢，咁啊拖住你噶啦嘛，禪師就拖住你行。咁行下咧，阿禪師咧就見到地下有朵花，咁佢啊指住朵花，佢話 ：This flowers only grow in the Pure Land。呢朵花淨係喺淨土裏邊生長嘅啫。嗱，佢呢句説話咧，就其實阿禪師咧，其實就同佢好多心意嘅呢句説話。呢朵花淨係喺淨土裏邊生長嘅啫。因為阿禪師用咗好多心機咧，去將淨土中咧帶翻嚟現世間。佢係跟翻阿六祖慧能嗰個唯心淨土，隨其心淨則國土淨。只要你個心 The Pure Land is here and now， 淨土就係現在當下。咁所以我哋喺度行下喺個樹林裏邊行下，咁就話：哇！呢朵花 only grows in the Pure Land， 只喺淨土裏邊生長。即係意思，我哋呢度就係淨土啦。咁所以嘅時候，其實就話呢個法國啦，而家呢個啦，咁就即係我諗佢擔心，我覺得。佢擔心我求生極樂世界啊嗰啲咁啊，話俾我聽，其實淨土就係現在此時此刻。咁所以禪師即係佢嘅善巧嘅教法咧，而去將嗰個佛法去點樣去從現代人可以明白、理解同埋受益嘅一個方法咧，係唔容易嘅。佢做咗好多嘢，係好將佛法去令到人大家容易消化，容易去感受啊。咁當然，我同禪師嘅即係大家都有即係我即係對佢好仰慕啊，同埋但係總唔知同佢有一份好親切嘅感覺啦，咁嘅關係啦。咁而係我都頭先講佢喺香港嘅時候，我就幫佢翻譯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第一次喺香港傳呢個5戒嘅時候咧，個 Five Mindfulness Training 咧。咁嗰陣時，阿禪師就要所有人都受一戒，就要隔2個禮拜要誦戒咁樣噶嘛。咁嗰陣時，梅村香港係咪有地方㗎？咁嗰啲禪師，我哋邊度誦戒啊？咁佢就指住我，揾下空師咯，咁即係揾我。咁就最初嗰陣時候，梅村嘅香港
本部咧就喺我中心啊，覺醒中心。咁就自此咧就喺覺醒中心油麻地咧就2個禮拜一次，2個禮拜一次。咁就好一段時間，直至到佢哋有咗佢哋自己嘅情況。咁所以同一行禪師嘅因緣都係好多啦。咁我亦都覺得一行禪師對現代呢個世界嘅佛教係做咗好大嘅貢獻。即係唔單止對個宗教好有貢獻，我覺得禪師係對整人類係有貢獻啦。即係佢嗰個當然佢亦都係被推舉為呢個諾貝爾獎嘅得獎人啦。但係即係佢又被推舉，但係佢冇得到啊。但係都係代表咗佢對世間嗰個和平啊，嗰個正念啊，所以佢個影響其實係我相信係可以講話係真係好深遠。咁乃至到嚟到香港都係啦，即係頭先阿恩師或者 Carol 都話，我哋真係佢有一次即係嗰陣時包咗呢個會展啊嘛，話5000幾人啊，我嗰陣時係director， 我話喂，得唔得㗎？有冇咁多人嚟㗎？幾日就爆咗啦，即係個場爆咗。咁所以實在一行禪師喺香港係有一好大嘅follower 啦嚇。咁所以佢而家嘅離開我哋，佢嘅佛法啦，佢嘅教法啦，我哋會嚮往啦。咁而我哋好希望梅村嘅僧團能夠好繼續努力啦，因為你哋而家就係禪師啦，你哋而家就係胎啦，咁咧就努力啊！我未到。好多謝師傅嘅分享，我唔知大家有冇同我同樣嘅感覺。剛才師傅講話禪師講the flower only grows in Pure Land，我係會有一種好感動嘅感覺，即係 even 只係師傅而家轉述，都有一種好由心裏邊嘅好讚歎禪師嘅嗰種希望，時時都係希望我哋可以保持正念，同埋希望大家而家就喺呢度就覺察到，其實我哋已經喺淨土。咁跟住落嚟咧，我又好想邀請神父分享下。神父都同師傅一樣咧，仲早過師傅去梅村啊。其實係啦，係如果我相信咧，係香港人之中咧，神父咧應該係其中一個最早去梅村嘅啦。但係作為一個天主教嘅神父，點解咁特別？你會想去跟一位禪師去參學咧？同我哋分享下。好啊。我喺佛教嚟講咧，我係門外漢嚟，我冇讀過好正規嘅佛學。不過佛法咧對我嚟講我係好尊敬嘅。用翻我哋即係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好感受到咧，我能夠認識到禪師咧係一份恩寵嚟。話說咧，就係1998年嘅時候，我有一個朋友咧送咗一本書俾我，就係禪師嘅生生基督世世佛 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我一睇完之後，我覺得哇，點解呢一位佛教嘅僧人，佢點解可以咁透徹咁了解到我哋基督宗教嘅嗰份信仰，而能夠佢咁樣演繹出嚟咧，令到我覺得好舒服，同埋覺得原來宗教唔一定要係對立。好啦，咁呢個係我第一次接觸禪師嘅。跟住咧，我就再睇佢嘅步步安樂行，Peace in the First Steps。咁越睇就越覺得好震撼。因為我哋喺天主教嘅古老傳統咧，其實我哋都有類似嘅，即係嗰種 mindful training 啊，或者係守心嘅習慣。不過咧，我哋
好多時係一種比較上係純粹係一個 discipline，而唔係咁容易落到去每一日即係日常嘅生活嘅所有細節嗰度。咁我覺得好開心啊！即係覺得原來可以係咁嘅喎。咁同埋咧嗰個步步安樂行裏邊有一篇文章我好感動，就係請以我嘅好多個名字呼喚我嗰個。我覺得好感動同埋好 touching。咁所以咧，我跟住我又睇過其他幾本都係禪師嘅書，所以後來咧，我個心就動咗個念，就話我要見下佢，我要跟佢學嘢。咁所以咧，我就安排咗我啲工作咧，喺2000年嘅時候，2000年嘅冬季啦，就參加咗喺梅村法國梅村嘅 Winter Retreat， 即係嗰個。咁我好記得我一個人自己走去啦，我都未去過。咁啊上到去之後咧，我好記得第二日有個 brother 問我，佢知道我係神父嚟，佢話你係天主教神父，你嚟呢度做乜？咁我話我嚟跟禪師學嘢，好想跟佢學嘢。咁啊開始咗啦。嗰3個月喺法國梅村。我好記得我嗰陣時咧去梅村嘅時候，帶咗3本好厚嘅書，因為我哋天主教嘅避靜咧，即係 retreat 咧，就係好安靜嘅，淨係祈禱嘅啫，唔使做嘢嘅嚇。咁啊，所以我諗住話3個月喎，我帶住3本好厚嘅書，諗住應該喺3個月睇晒佢咁。點知後來我3個月之後翻嚟嘅時候，呢3本書一頁都冇揭過。咁點解咧？因為原來好忙碌，好忙碌。我哋5點幾起身咧，就喺嗰棵樹嗰度跑來跑去，即係熱身，因為好凍嗰陣時。咁啊跑到興個身咧，就先去入去禪堂嗰度，即係誦經啦、禮拜啦等等。咁所以根本咧係冇乜空間時間咧，去俾你自己做一啲你好想做嘅嘢，或者係睇一啲書啊咁樣。喺嗰幾個月裏邊咧，我自己好深體會到幾樣嘢。第一就係我頭嗰2個星期咧，其實我有好多嘢係唔習慣。第一就係忙碌啦，即係個忙咧就其實就係由朝到晚都有啲嘢安排咗嘅。去到10點先瞓得覺，即係有時仲要遲咗啲添嚇。咁啊，因為我哋新上去，我哋嗰次有成大概40幾個人，即係喺上去 Upper Hamlet 嗰度。咁啊，好忙。咁呢個其一啦。第二忙咧就係每個星期咧都有2次落去 Lower Hamlet 嗰度，要聽禪師開示。一開始就由朝開到晚㗎嘛，咁呢個都冇問題，呢個都好好。同埋有一樣嘢好震撼，就係中間食完飯咧，我哋咪要休息嘅。我記得我第一次瞓喺個佛堂嗰度，喺個大佛嘅面前，一個神父瞓喺大佛嘅面前，我覺得好安詳喎，覺得好舒服喎，覺得好嗰個感覺係好特別嘅。咁然後仲有一樣嘢係我其實係對我嚟講好大嘅啟發。嗰陣時係冬天，我哋每一次落到 Lower Hamlet 咧食飯都100幾人，成100幾人。禪師係第一個攞嗰啲飯菜，攞完之後就喺佢個位嗰度咧等，直到100幾人都攞晒之後，先至敲鐘一齊食飯。初咧好多人即係特別我哋嗰啲即係上嚟即係想學法嘅，就好多時都排隊咧，就準備排早啲啦。咁啊攞啲餸菜都熱辣辣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係冇用嘅，因為咧你嗰啲餸菜點靚點熱辣辣咧，點香噴噴咧，你都全部凍晒，因為100幾人之後乜嘢都凍晒。咁好記得我嗰陣時咧
拿住嗰份熱騰騰嘅飯菜咧，就有啲勞嘈啊，裏邊冇搞錯啊，又唔開始食啊，人哋咁辛苦煮咗，花咁多心思，應該係熱辣辣食嘢噶嘛，咁啊冇計啊，但係佢都要等，直至到2個星期之後，我忽然間有一個好強嘅感覺就係，當我個心唔勞嘈，當我個心能夠接受我眼前我要接受嘅嘢嘅時候咧，原來熱食同埋凍食咧都係咁好滋味嘅。呢個係我好驚訝地發現到呢一樣嘢啊！其實我哋好多時生命裏邊好多對呢樣又唔滿意，嗰樣又唔滿意，其實係因為唔合我自己嘅標準。但係就係咁簡單，你等埋人哋一齊食飯，啲餸涼晒啦。但係當你個心裏邊安穩，活喺當下，唔勞嘈，懷住感恩嘅心，其實啲食物一樣係咁好食。咁呢個係我喺上邊嗰幾個月咧，其實都好多時就係呢啲咁嘅細節嘅嘢咧，幫到我即係明白到乜嘢叫做 mindful 啊！所以2個星期之後，我冇再勞嘈。原來行住坐臥、飲食、工作如此，只要你係 mindful，咁就得㗎啦。咁呢個係我好感恩學到嘅嘢，因為我自己喺做神父之前咧，我都有13年嘅 training 嘅，即係好，我比較細個就入咗去修道院啦，咁後來讀哲學神學啊咁我有13年嘅 training， 但係好奇怪喺梅村咧，居然間可以幫我好似跳咗一好大級咁樣啊，讓我能夠體會到即係嗰個所謂你做乜嘢就好好地做緊嗰啲乜嘢嘢，呢個就係活在當下。其實就係咁簡單，原來其實就係咁樣啫嘛。當我同人哋傾偈嘅時候，我 being present， 咁呢個已經係活在當下。我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冇同一時間去諗幾樣嘢。咁呢個咧，其實係我喺一行禪師身上咧所好深刻咁樣體會到。仲有就係我發現到喺當我能夠 practice 好我嘅 mindfulness 嘅時候咧，其實對我自己喺我嘅信仰嗰個靈修傳統，我嘅祈禱咧，其實有好大幫助。有時我哋認為咧，好似祈禱咧，教友都係咁同我哋講噶。神父，我都好用心去祈禱噶啦，不過成日都分心。咁當然分心都係正常嘅，即係分開，即係念下經，唔知念咗去邊度。但係 mindfulness 幫我咧，就係能夠首先有一個咁嘅準備心啊。當我有呢個準備咗嘅心境嘅時候咧，其實我嘅祈禱咧係更加能夠深入，同埋更加咩啊？更加 present。我自己都係咁呢個係我自己好發現到喺嗰3個月裏邊嘅一個好大嘅得着。禪師好好嘅，佢成日都有時，即係佢都會見我哋嗰啲上去即係學習修行嘅人啦，唔同國籍嘅人啦咁。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有一個同學咧問禪師啊，我哋打坐嘅時候、靜坐嘅時候，係咪要好精準㗎？咁呢個都係我哋嗰個人想問，因為我哋個個都唔係即係都係初學好多，咁所以有啲時候坐得唔正啊、唔舒服啊，有轉來轉去啊咁個同學咧就問：係咪要好精準先得㗎？禪師好幽默，佢話：我哋做人世間咧，我哋做人已經有好多苦啊！唔好因為要學坐禪咧，搞到自己咁苦。佢話：你學到就學到，學到幾多就幾多，揾緊你自己為你嚟講最能夠幫到你，能夠
入定嘅方法咪得咯。咁我又好欣賞呢一樣，係一個咁有修行嘅人，佢自己嘅即係自己亦都咁多年嘅修行，但係佢對於呢啲法咧，即係呢啲咁嘅方式咧，佢有一個咁寬大嘅心。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佢知道有啲好多人上嚟梅村咧，跟佢咧，即係跟學咧，佢係因為對自己嘅宗教唔係咁滿意，即係有啲即係覺得我哋嘅宗教唔係幾得啊，點啊咁上嚟。禪師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佢話唔好因為你覺得自己嘅宗教唔好，上嚟學嘢，學完之後你改你嘅教，即係改教或者做即係專佛教咁，譬如咁講，佢話唔好，佢話因為你本來所認識嗰個宗教，其實就係你嘅 spiritual roots 啊，除非你真係後來你所人發現你嘅 calling， 你嘅真係要追隨呢個佛法，否則唔好因為你覺得自己嘅宗教唔夠完美、唔夠好，學完之後你捨棄你嘅宗教。佢話你翻去將你學到嘅嘢擺翻入去嗰度。咁呢個亦都係我後來喺3個月之後，我翻嚟香港咧，我就真係開始介紹俾我哋身邊嘅一啲朋友啦。在座亦都有好多位，我都係啦，我哋都係一齊。咁咧就慢慢即係我將我自己嘅心得、我自己嘅體會咧，就同佢哋分享咗，亦都大家有 practice 啊咁樣，咁等等。咁我覺得咧，喺禪師身上，我學到嗰種咩叫做真係大同，同埋對於宗教咧，佢嗰種嘅寬宏，亦都俾我體會到咧，喺我喺讀神學嘅時候，我好早已經有嘅一個信念就係呢個嗱，佛教就唔講神，除咗佛教之外，其實所有嘅宗教都講神，但係所有講神嘅宗教咧，好多時好容易即係落咗去一個好極端嗰度，即係好絕對，即係我所傳嘅神先至係唯一嘅真神。呢樣嘢係我讀神學嘅時候，我都好 question 㗎，我都好覺得係咪即係咪一定要係咁咧？咁啊，我自問我都算係一個好努力、好虔誠、好熱心嘅基督徒神父嚟，但係我覺得呢度有啲問題。咁所以後來喺即係喺接觸咗禪師之後，同埋我自己又即係我自己嘅神學反省，就發覺其實呢個世界上所有信神嘅宗教，冇一個宗教可以 claim 自己，即係話自己我係上帝或者阿拉或者神或者天主嘅唯一代理人。即係你如果想上天堂咧，你一定要經過我嘅教先得。呢個係我好強嘅一個嘅發現。咁當然呢種咁嘅睇法咧，喺基督宗教裏邊，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接受得到。因為我哋成日都深信，我哋嗰個先至係唯一嘅。你冇領洗咧，你就上唔到天堂。咁啊，但係呢個係我即係再加深咗我喺我自己個人嘅發現嗰度，亦都得到禪師嘅佢嘅嗰種肯定。咁最後我記得我臨走嘅時候咧，我臨離開梅村嘅時候咧，禪師我去探佢啦，即係喺佢個居所嗰度，即係望出去好靚嗰個。佢同我傾咗好耐偈，然後佢就講咗2樣嘢俾我聽，即係提到佢話 Father Thomas， 佢話你要記得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咁佢講完之後，我當然覺得呢個一個人當然唔係我啦。咁啊，佢就舉咗例，佢話你睇下佛陀，你睇下耶穌，
哋係即係佢即係一個人可以改變咗世界幾多人嘅生命。咁我就好記得呢句説話。初初我都唔係好明，亦都唔敢 apply 落去我自己身上。第二句説話，佢話：你哋基督宗教信仰咧有一樣嘢就係你哋太過二元，即係 dualistic 啊，即係 dualistic，即係非此即彼，唔係黑就係白，唔係對就係錯啊，等等等等。咁佢話呢個其實你哋都要留意翻，努力啊。咁呢個亦都係幫助我日後咧喺我嘅教學、我嘅 teaching、我嘅教會裏邊嘅侍奉咧，我都好都提醒自己咯，都提醒自己。咁呢個都係我哋其實喺古老嘅 contemplation 嘅傳統裏邊咧，其實係有呢一種嘅 element 喺度 ，non-dualistic 嗰種咁嘅 element 喺度。只不過我哋太過着重呢個所謂正統與唔正統、對與錯呢啲咁嘅嘢嗰度咧，咁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好大嘅一個發現，即係禪師俾我嘅一個好大嘅啟發。我好記得我最近呢幾年咧，我好深信禪師講嘅説話係好啱。佢話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而呢個人咧就係你同我。呢個世界唔係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而係多你喺度，呢個世界會好啲。少咗你係真係有啲可惜。呢個係我喺好多年之後我先至明白佢呢句説話，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我諗我其實仲有好多，即係不時不時，即係諗起佢嘅時候，諗起禪師嘅時候，好多好感動嘅地方。我每日朝頭早咧，2000年之後，我每日朝頭早，以前都有㗎啦。不過每日朝頭早咧，我嘅感恩裏邊咧有4個人。第一個係我嘅中學老師，2個係我喺羅馬讀書嘅時候2個好好嘅老師啦，或者教授。第4個咧就係一行禪師，我每日都感激佢嘅。我諗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好多謝神父嘅分享。我諗喺神父嘅身上咧，大家我諗都會見到係，其實無論你咩宗教都好，真正嘅修行人就係會有呢一種嘅開放嘅心，係容讓所有可以即係支持到自己嘅收集嘅學習咧，都係抱一個開放嘅心去學習。咁其實神父咧有一樣嘢佢冇講嘅，就係咧喺早期咧，其實梅村香港根本係未有啦，甚至其實梅村嘅教法喺香港都未係好多人知道嘅時候，咁其實神父都係其中一個咧，喺梅村翻嚟之後咧，同幾位同修咧係一齊去好多時喺有時我哋用一啲地方咧去希望將梅村嘅教法咧可以係帶俾多啲人，所以咧如果講喺一個早期嘗試去將梅村嘅種子種入嚟香港咧，其實神父咧係我哋要好感恩嘅。咁另外咧，今日咧有一個特別嘅嘉賓，其實咧我會話係梅村香港嘅鄰居，因為咧道雲法師咧其實就係鹿湖精舍住持。鹿湖精舍離呢度幾遠啊？唔係好耐。揸車要行揸車5分鐘。係啦，揸車5分鐘就真係鄰居。咁樣咧就今日道雲法師好有心啦，嚟到呢度同我哋一齊。咁相信法師咧都有一啲法師同禪師啊同梅村僧團嘅一啲分享咧可以帶俾我哋嘅。法師有請。請欣賞上公司Brother Thomas 所有嘅 brother and sister 我知道一行禪師呢個名嘅時候
係1990年嘅。係透過我師傅，當時我師傅去到梅村，又翻到 Malaysia，又同我哋嘅弟子講，所以咁樣講嘅時候，大家就知道我係佢哋嘅下一代嘅嚇，我係算係比較下一代嘅，又真真正正可以接觸到梅村同埋梅村嘅僧卡或者呢個 monastic 嘅時候，係2008年。我係得到呢個楊超嘅居士呢個旭日嘅獎學金嚟到香港讀我嘅 MBS。我08年8月到香港，由 Brother Fatkam 係應該係08年11月，咁我哋一齊住喺呢個荃灣嘅黃發精舍，佢住喺我隔離嘅房間，都係我嘅房間隔離嘅房間，咁變咗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就有好多嘅交集。由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去同僧卡 monastic 同佢嘅弟子嘅生活交集比較多，所以我用一個學生嘅身份分享我感受到禪師嘅教導，透過佢嘅徒弟，佢嘅 monastic 帶俾我哋嘅，帶俾我嘅最大嘅感受。我同 Brother Fatkam 一齊嘅生活，因為我哋當時喺荃灣要趕返香港大學，其實時間好趕嘅，所以有時相對嘅話，我哋嘅步伐會比較快。但係同 Brother Fatkam 喺度嘅時候，佢有一個好 mindful 嘅方式喺佢嘅身上流出嚟。相對嘅話，你喺佢嘅旁邊，去慢慢嘅靜落嚟。一樣食午餐嘅時候，佢真係好 mindful 嘅食。但係我哋都明白喺香港食完即刻趕住搭巴士返大學。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呢個3個月慢慢嘅相處，我同呢個僧團嘅，尤其是 Brother Fatkam 嘅生活裏邊，我感受到其實當我哋有咗 mindful 或者正念之後，其實有一樣嘢我感受比較深刻嘅話，就係呢個慈悲或者呢個 love， 或者呢個愛，佢真係可以慢慢嘅消融呢個對立。喺禪師嘅教導，雖然我係透過文字了解禪師，到2010年禪師嚟到香港，真係有透過呢個 Brother Fatkam 有機會接觸到禪師嘅時候，我感受到禪師佢有一個好祥和、好慈祥嘅呢個氣質，去慢慢嘅感化，好似春風花雨，佢唔需要任何嘅好明顯嘅呢個形式儀式或者咩，即係坐喺度，你慢慢去感受呢個慈悲喺心中流出嚟，呢個慈悲，呢個愛真係超越任何嘅文字、任何嘅教育或者咩嘢，只係 just be there。呢個慈悲就慢慢嘅流露出嚟嘅。
我有真係好慶幸有呢個機會，我真係喺學生嘅時候可以喺參與佢嘅 retreat，同埋喺呢一次第一次舉行嘅呢個5屆，我都被邀請。咁喺呢個成個過程中嘅時候，真係禪師排除冇任何嘅呢個 I mean 好似人哋講 sectarian， 佢冇，就係一齊邀請一齊嚟參與呢個5屆嘅 practice 同埋首屆嘅儀式。所以喺 monastic 喺佢嘅徒弟嘅身上，可以感受到禪師將觀音菩薩嘅慈悲嘅種子種喺每個人嘅呢個心裏邊。尤其是我覺得最大嘅震撼，就係唱頌觀音菩薩 Avalokiteshvara 用西方嘅呢個音樂帶出嚟。但係呢個帶出嚟嘅呢個西方嘅音樂帶出嚟嘅方式，真係去超越俾到西方人、西方嘅社會另外一個嘅寧靜，另外一種嘅菩薩嘅化身。所以禪師嘅慈悲超越宗教、超越種族，所以去化解呢個暴力、呢個對立。所以喺今日，我借呢個機會，我多謝呢個僧團所有嘅每一個 brother and sister， 大家都係禪師將呢個觀音菩薩嘅慈悲嘅種子發生喺每個人嘅身上，有我哋一齊超越呢個對立。No coming and no going， 當下如如。好，我喺呢度分享到呢度。非常之多謝法師嘅分享。可惜今日時間唔夠，如果唔係，我相信呢幾位嘉賓呢，一定係仲有好多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希望將來有機會。咁今日呢個環節完之前呢，我好希望呢邀請每一位嘉賓呢，再用幾句去總結一下佢哋嘅同禪師嘅分享，係啦。咁而家有請阿靜一法師先。其實可以請法師用幾句話就總結一下。OK， 好的。其實呢，我就是接觸一行禪師的這教法，其實我一直在想，他一行禪師的教法是漢傳的，是南傳的，是西方的，是越南的，還是法國的，對吧？然後呢，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一件事兒，不管是什麼，最重要的就萬病不離其中。一行禪師呢，他是用的所有不同的教法，那只是手段，最終呢，他是希望化解人生的一種痛苦，這個才是很重要的。我曾經問過一行禪師，有2點我想說的。第一個呢，他是叫現法樂住，這個是阿含經裡面的，跟 living at the present moment，the present moment wonderful moment。其實呢，第二個就是說，他現在的這一種方法，其實剛才康師跟方特光其實還都講了很多，就是說，他呢，就是說，與其說他是在講課，不如說他把佛陀的智慧，然後呢，就像一個 Dharma therapy，其實有這種概念，就是佛法臨床。那麼呢，或者說他使佛陀幫助人們醫治我們心靈的這種苦難
它就告诉我们具有可操作性，就 operation， 它实际可操作性。我们大乘佛教呢挺好的，但是呢，这个理论很好，但是落地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一行禅师就是学习。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大概第二次问一行禅师，他就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心的问题是当下这一念的问题。其实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告诉我们，就 present moment， 然后怎么抓住这一点。这一点呢，我确实认为，刚才孔思耀其实也就是说，跟六祖坛经里面的信性其实是相通的。所以一行禅师是汉传佛教的，也是国际的。刚才这个法泽光给我们启发的，我个人觉得，就一行禅师呢，他是超越了宗教，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界，甚至于超越了时空。他的方法对佛教现代化，不管是今天还是未来，真的对我们提供了无穷的保障值得我们学习。好像都不想總結啦。非常之感恩靜恩法師。咁而家或者邀請楊超居士可以為我哋做個總結啦。OK， 講我估計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咧就係活在當下，第二咧係保持正念，第三咧係講嚟容易，做嚟難。因此就係要學習法師扎扎實實響每一念之間去落實呢個正念，用佢10年，用佢3年、10年、20年、30年。當你咧用到佢幾十年咧，你會發現原來個竅門就響呢處啦。OK， 唔該。多謝楊超居士非常踏實嘅總結。咁而家有請顯空法師。頭先恩師都講得好重要嘅就係禪師係六祖國際後來就係斷煩惱就係心咁。咁楊生又話其實最緊要就係活好當下咁。其實我記得喺梅村咧，我聽到禪師講一句，佢自己點樣總結佢自己嘅佛法。其實佢係佢講俾我聽，佢發夢佢講發夢，我唔係好記得個古仔。即係總言之，佢上到天堂定唔知邊度咧，喺夢裏邊咁輪到佢講法，禪師啊嘛，禪師做乜嘢咧？攞個磬出嚟，幫講完，咁就講完。呢個係禪師嘅 mindfulness spell 嘅勁之處。你點樣去回到當下？點樣喺當下之中生活咧？咁請關神父總結幾句。我都係嗰句，耶穌阿禪師，我臨走嘅時候講，佢話 Father Thomas 記住，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而我經過好多年之後，我真係明白，就係呢個一個人就係你同我，呢個世界、呢個國家、呢個地方、呢個生家、呢個家庭，有你喺度係好一啲嘅，冇咗你係真係有啲可惜嘅。最後請道文法師。喺佛門裏邊有個聖法壇，或是聖默然。How to translate in English or in Cantonese？ 聖法壇或是聖默然。所以啱啱咁多嘅 speaker 或者大家已經講好多 ，then I just remain noble silence and then smile and breathe in, breathe out. OK？ 法師非常之有
智慧同禪意嘅總結。係啦，再一次非常感恩今日咁多位嘉賓百忙中都抽空嚟同我哋做今日非常珍貴嘅分享。我相信今日嘅分享咧，唔止淨係話為大家可以有個機會去重溫禪師嘅一啲回憶啦、點滴啦。我覺得更加係希望對大家嘅一個鼓勵。希望大家可以係傳承禪師喺自己喺我哋每一個嘅身上，我哋都傳承住禪師嘅法。咁回應即係呼應頭先阿師傅所講啦，我諗我哋今日完結呢一個嘅分享咧，不如就邀請梅村嘅法師咧，可以為我哋邀請慶聲三下去完結今日嘅分享。你哋有幾多出家人咗啊？而家上邊上面而家18到22個人。18個咩啊？咁再一次感恩各位嘉賓嘅參與啦。楊超居士百忙之中抽空網上都參與我哋今日嘅分享啦。係啦，亦都當然非常感恩今日咁多位嘉賓，同埋今日其實大家喺熒幕就淨係見到我哋，但係其實咧我哋係有好多嘅法師啦、朋友啦嚟支持呢一個分享會嘅。咁亦都當然好多網上嘅朋友啦。係啊，所以非常之感恩，希望將來有機會咧，可以再邀請到我哋嘅嘉賓，再為我哋分享多一啲。感恩大家。